究竟呢個世界之外有冇其他異界嘅存在嘅呢？有啲人就話有，有啲人就覺得冇。不過多數人嘅答案都係話唔知道嘅。等我話你聽啦，其實我哋啲偉大嘅數學家早就發現咗，除咗我哋見得到嘅世界之外，的而且確係有異界嘅存在嘅。而家啲科學家仲利用緊呢啲異界嘅力量嚟搞嘢添。個故事係咁樣開始嘅。話說16世紀意大利有個數學家卡爾達諾，當佢計緊某啲代數方程式嗰陣，突然發現其中一個答案竟然係一個開方負數嚟。因為一個負數開方喺數學上係唔知乜嘢嚟嘅，係計唔到答案嘅。唔信你撳下計數機睇下計唔計到開方負數。當時卡爾達諾呢就好無奈咁叫呢啲咁嘅開方負數呢做虛數 （imaginary numbers）。之後有個叫邦貝利嘅，又係意大利佬數學家，佢係第一個將開方負一用英文字母 I 嚟表達嘅，而且仲俾佢諗到呢啲咁嘅開方負數係點樣計。佢喺1572年出版咗本書叫《Algebra》，解釋咗呢啲咁嘅虛數嘅運算方式。基本上計虛數呢，加減乘除同計實數有啲似嘅，但係最大嘅唔同係虛數冇得分大細嘅。例如我哋唔可以話1加 I 大過 I 之類啦，怪咧。異界係咁噶啦。而家啲數學家都中意用一個叫做複數平面嘅嚟表達呢個異界，就係咁 A 加 BI 啦。A 就係現實，而 BI 呢就係虛幻。咁有冇辦法將現實世界同呢個虛幻嘅異界連埋一齊嘅呢？係有嘅。好啦，大神出場，係大名鼎鼎嘅18世紀瑞士天才數學家歐拉啦。佢諗到呢條公式聯繫住虛數世界同現實世界嘅等等。E 嘅 power I x 等於 cosine x 加 I sin x 啊！最妙嘅係當 x 係等於派嘅時候，呢條公式就變成咗咁樣啦。E 嘅 power I 派加1等於0，呢條就係歐拉恒等式啦。因為呢條式咁勁，有人甚至話呢條係上帝嘅公式嚟添。呢條式係能夠將異界嘅數 I 同現實嘅實數1、0、E 同派連埋一齊。E 係2.78，派係3.14。佢提供咗一條由現實世界聯繫異界嘅簡單公式。你又會問，靠呢條公式點樣出入異界啊？唔通跟住佢念就得咩？咁講啦，以我嘅認知，暫時人類嘅肉體呢係入唔到去異界嘅。但係啲數學家同科學家就係好堅持嘅，佢哋話我不入異界，誰入異界喎？佢哋諗咗咁多年，雖然暫時佢哋自己就入唔到去，但係啲科學家已經利用咗呢啲異界嘅公式呢，嚟解決咗好多現實嘅難題噶啦，包括咗呢啲。我哋而家用緊嘅5G 通訊啊，裏面嘅數學核心技術 FFT 轉換，都係靠用呢啲複數公式嚟搞，冇咗佢根本冇可能做到5G 通訊嘅。仲有啊，量子力學都係要靠佢。量子力學裏邊成日講嘅用嚟描述粒子狀態嘅波函數，本質上就係一個複數嚟。
仲有其他高深嘅數學都用到佢嘅，不過我都唔多明，所以都費事講啦。好啦，最後我認為，如果有一日我入到去異界，會見到啲乜嘢呢？我覺得就係類似喺複數平面上面組成嘅萬德博集合咁嘅款啦。嗱，睇嘢啦，係咁先。